啊，怎麼那麼多工作要做啊？這做不完了，來不及了呀！淡定啲啦，用茂名工作法咪搞掂啦。這什麼工作法？教我。冇有使驚，明年再做茂名工作法。我一巴掌扇你去茂名，你行不行？茂名工作法唔啱啊，咁咪試下廣州工作法啦。那又是啥？廣多無謂，周一先算廣州工作法。其實好多珠海工作法都 OK 喎。那是啥？諸事淡定，海闊天空，珠海工作法。喂，或者試下佛山工作法啊？啥呀？佛係做人，姍姍來遲，佛山工作法。哎，你們這麼搞，我周末都得加班。喂，咁你要試下惠州工作法咯喎。啥呀？為咗自己，週末關機，惠州工作法。我覺得你哋全部都不如我呢個。暫時唔急，江湖再見，湛江工作法。肯定係我嘅最有效啦。清醒少少，遠離工作，清遠工作法。這你們也太 chill 了吧！梗係呢度廣東嚟㗎，做人輕鬆啲啦。哎，哥們兒，你用的是什麼工作法？我用過深圳工作法。那是啥呀？深夜加班真係攞命，深圳工作法。